宣召。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就必寻见。”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同心来祷告。永在的上帝，全能父，创造宇宙的主宰，感谢你的大爱，为拯救我们赐下独生耶稣，为我们的罪受死，让信的人与神和好，有永远的生命。愿在我们身上的圣灵能够时时的感动我们，让我们遵主旨意而行，为主做见证。12月份将至，我们要庆祝您的降生。愿主预备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在这段时间中深深的受圣灵充满，为你做见证。今天我们也分别为圣，排除事物，专心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听你的话语，领受您的教导、智慧及祝福。也在此与弟兄姐妹交通，在爱中互相关怀，彼此支持。我们愿意遵从你的旨意而行，在考验中成长，为你做美好的见证，荣耀你的生命。这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来祷告，阿们。好，以下我们将时间交给敬拜小组。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平安。现在让我们一同站立起来。那若有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坐下。现在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在主的圣殿当中。耶和华的荣光要显现，凡有气息的必一同看见。主啊，我们敬畏你，遵从你，愿你在我们当中掌权作王。也求主悦纳我们今天的敬拜，让我们在这里能够真实的遇见你。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宇宙的中心，宇宙的中心，耶稣。世界的中心，耶稣，万物都本于你，属于你，归于你。你是荣耀君王，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啊，当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就降临在我们的当中。阿们。
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用更多的渴慕，大大张口。口，大大充满，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恩膏如雨，浇灌着地，浇灌着地，眼未看见，眼未看见，耳未听见，耳未听见，渴更多，看见你的容颜，大大张口。大大充满，恩膏如雨，浇灌着地，眼未看见，耳未听见，渴慕更多，看见你的容颜。我们欢迎，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欢迎君王降临，渴望看见你的彰显，呼求你来翻转，震动这土地，复兴我们圣洁的热情。我们欢迎君王降临，同心高举你圣洁的名，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我们呼求天窗打开，春雨不停息。我们呼喊，欢迎君王降临。主啊，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的爱是信实的，是永不改变的。现在，愿主的爱大大的浇灌我们，让我们在敬拜里敞开我们的自己，领受从主而来的爱。我们一起开口唱。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
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谷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你创造宇宙万物，统管一切所有，但你却关心我的需要，了解我的感受。你手铺成天上云彩，打造永恒国度，但这双手却甘心为我忍受这谷顶上苦痛。你共一生盼万民，圣洁光照全地，但你却一再赐恩典，一再施怜悯，给我机会回转向你。你的爱如此温柔，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超乎我心所想，这样大有能力的主，紧捧我在手掌心上。你的爱如此深切，我知我无以报答，但愿倒空我的生命，学习你谦卑的样式，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主耶稣，我们宣告你是永活的真神。主耶稣胜过死亡，胜过黑暗，他也胜过我们生命中一切的难处。我们相信，因为主耶稣活着，我们必得盼望。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能够同心合一的来敬拜你、称颂你。我们一起拍手。来宣告我们的救赎者活着。
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们一起开口大声唱：我的救赎者活着。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深谷迷失时，他领我走正义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活着，他是用我的主。当我在旷野孤独时，他伴我做我的灯。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心不再忧虑。我要在每一个日夜中领受他的丰盛之爱。我知道我的救赎者永远活着，我灵不再沉睡。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当号角响起，当号角响起的那一天，我将见他荣光之面。让我们一起哈利路亚，称颂我们的主，用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接下来，我们请弟兄姐妹一人站立，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童贞于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荣耀颂。
满愿荣耀归于父之三灵，父之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那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请坐。现在让我们一起用起音的方式来诵读上帝的话语，记载在以赛亚书12章1到第6节。我们要看圣经，可以看旧约748页，或者看我们投影片上面有更明确的指示。白色的字由我来起，橘色的字由会众来起，粉紫色由我们大家一起来合。到那日，你必说，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看哪，上帝是我的拯救，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在那日，你们要说，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我们一起来和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愿上帝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中。以下是我们公祷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我们为中南美洲国家荷兰属地自治区古拉索来祷告。他们有85%的天主教徒，但愿基督的信仰不只是这个信仰，也能够进入生活跟文化之中，让国家百姓能够更加的认识基督。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南部教区永康卫理堂石正宇牧师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同工合一，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驻国外宣教士来祷告，愿主看顾带领他们。也为近日受台风移花东地区灾后重建祷告，能为当地著名社福机构、教会团体及政府单位有智慧能力互相合作，恢复当地学校、社区及环境原有的样貌。以下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主祷文来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现在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我们今天将要有廖寻生姐妹来带领我们来读这个经课，以赛亚书65章17到25，以及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到13。今天第一处经课是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在教会旧约圣经825页。以赛亚书65章17到25节，教会旧约圣经825页。以赛亚书65章17节，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
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必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100岁死的人算孩童，有100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突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羔羊同食，狮子必吃草如牛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的圣山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第二处经课在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到13节，教会新约圣经229页。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到13节，教会新约圣经229页。帖撒罗尼迦后书3章6节，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你们自己原知道应当怎样效法我们，因为我们在你们中间未尝不按规矩而行，也未尝白吃人的饭，倒是辛苦劳碌，昼夜做工，免得叫你们一人受累。这并不是因我们没有权柄，乃是要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效法我们。我们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吩咐你们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因我们听说，在你们中间有人不按规矩而行，什么工都不做，反倒专管闲事。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诫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弟兄们，你们行善不可丧志。以上是上帝的话。感谢上帝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看到未来新天新地的新景象。现在我们再来研读路加福音21章第5到19节。路加福音第5章第21章第5到19节，由我来念，大家来听。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食和公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扰乱的事，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以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意，不要预先思想怎样分数，因为我必试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的、搏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不损害。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愿上帝的话语在我们心里面坚固我们。
以下的时间，我们请我们的诗班来为我们献上我们今天的诗歌。谢谢诗班带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歌声以及歌词。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也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待会就可以听我们传道，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我们将下面的时间呢交给潘传道。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偶尔呢会听到那个缩影的2个字，那缩影是什么？就是你看见一个小事情，那它是在小范围的，但是呢，在数十年或数百年或数千年以后，你会发现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一次，那这个就是比较大范围的。那所以呢，我举个例来说，就是先帮我放一下我的投影片。
谢谢。1912年呢，这个铁达尼号大家应该都有去看过电影，然后它是史上票房的前10名，应该是前10名。然后我自己贡献了3个票，因为呢，那当时呢我去看了3次，然后每一次进去，然后出来的时候都哭着走出来，觉得这个爱情故事怎么这么感人啊？但是你知道吗？它不仅是爱情故事，它也是一个自以为无坚不摧的科技，然后却轻易的被冰山给击破，沉寂在海中100多年。那所以这是单一事件吗？不是人类并没有因为这个铁达尼号得到教训，所以他们继续制造更高端的仪器。最近一次的科技骄傲呢，再一次活生生的显露在世界眼前，就是2011的福岛核灾事件。福岛核灾呢，它代表了日本在21世纪初的技术自信。日本在地震多发的地区建造核电厂，地震多发那它为什么会建造在地震多发？因为它宣称我建造这个核电厂呢，能够抵御地震还有海啸。可是呢，这种信心的背后呢，其实藏了一个骄傲的信念，就是人类掌握自然的力量。那在2011 3月11号的时候，日本发生了9.0级的地震，还有15公尺的海啸。那电厂的防波堤啊，什么使用电源啊、冷却系统啊，全部都拍料料，它就是造成了很严重的辐射外泄。这场灾难中呢，科技不是被粗暴的失误打败，而是被自然的极端力量打败。这样的灾难当时被媒体争先恐后的大幅报道，所以你可以说1912年的铁达尼号是福岛核灾的一个小缩影，因为人类似乎没有想到永远抵抗不了上帝创造的大自然。因此今天的这段经文，我们也先看到时代的一个小缩影，然后再扩大到时代的命运。我们一起先来念这段经文，路加福音21章5章19节，请。有人谈论圣殿是用美石和公物装饰的，耶稣就说：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将来日子到了，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他们问他说：夫子，什么时候有这事呢？这事将到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不要受迷惑，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又说时候近了，你们不要跟从他们。你们听见打仗和搅乱的事，不要惊惶，因为这些事必须先有，只是末期不能立时就到。当时耶稣对他们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地要大大震动，多处必有饥荒、瘟疫，又有可怕的异象和大神迹从天上显现。但这一切的事已先，人要下手拿住你们，逼迫你们，把你们交给会堂，并且收在监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但这些事终必为你们的见证，所以你们当立定心志，不要去先思想怎么样分数，因为我必赐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活不倒的。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官。你们有被他们害死的，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而你们连一根头发也必不损坏。你们常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段经文有点长，是我在龙光堂讲道以来最长的一段经文。但是呢，这段经文呢，耶稣先说到圣殿有一天终必被毁坏，然后讲到终局的预兆。那在这个经文之前，他讲了一个很奇怪的比喻，就是寡妇的2个小钱。
寡妇的2个小钱跟末期到底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等一下再来讲。那这个，但是我们可以先一一的把脉络讲清楚。经文主要分为3段。第一个，这是寡妇的2个小钱。第一个就是已发生的历史缩影。我们先来厘清呢，末期和末世是什么？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认为现在是末期的，请举手。末期。那现在是末世的，请举手。末世，好，我自己也举手。好，现在呢，末世其实末世通常是指耶稣降生、受死、复活到升天，一直到耶稣再来的这段期间叫做末世。所以我们现在呢是属于末世，因为圣经说的很多的东西都不断的在发生。圣经说什么呢？假基督、假预言、战争、饥荒、地震，这些都不断的发生。就像传道书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念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我们现在的世代是不是也是如此？你一直看到，一直不断的在循环，战争发生，这边又有另外一个战争，这里饥荒，那边又有另外一个饥荒。那末期呢还没到，末期来的时候，它要更强烈、更集中，然后会让你吓到。所以呢，看起来末期好像快到，但是还没到。所以有人要问，就是这段经文的末期是不是圣经当中预言的7年大灾难吗？如果我们继续往下看，不是，它不是7年大灾难。耶稣指的末期呢，是耶路撒冷被围困及圣殿被毁的情形，离初代教会的时间很近，就是公元70年，公元70年的日子。那我们又会问说，那已经发生的事又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你知道作者路加呢，他其实在25到36节，他话锋一转，就把这个末期呢指向是耶稣再来，还有神国要降临之前的情景。所以呢，耶稣再来前，我们会遇到末期的征兆。因此这段经文的末期的用法其实有双重的层面，一个叫做近期的应验，一个叫做最终的应验。那近期的应验呢，就像是一个缩影；最终的应验呢，就像是缩影之后，你发现更剧烈、更大的事，更集中的事。那近期的应验就是指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毁前的征兆，象征旧约时代的结束。最终应验是指耶稣再来及神国完全降临前的状态。那为什么会说公元70年才是旧约时代的结束呢？你们会想说，有没有听错啊？不是在旧约结束了，最后一卷应该就结束了，旧约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旧约呢，最后一卷书确实是马拉基书没错，但是呢，那个是上帝已经不再用启示先知的方式来对以色列民说话，所以呢，马拉基书可以说是旧约启示的结束。但是呢，到了公元70年，罗马来攻打耶路撒冷的圣殿，他把所有圣殿全部都破坏，所以呢，很多的献祭的活动，祭司啊、献祭啊、节期啊，这些旧约的仪文制度就没有办法再进行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旧约制度的终止，是在罗马时代的公元70年。那所以我们才会说，整个旧约时代的结束是在公元70年。当耶稣说圣殿没有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时，就预言了圣殿会被毁。而圣殿被毁之前，其实真的有发生像圣经说的，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的那些预兆，假基督、假预言煽动群众，然后群众集体造反。犹太地区呢，发生了大规模的反罗马运动，巴勒斯坦和小亚细亚经常发生地震，罗马地区也有饥荒，彼得、保罗这些初代信徒都受到逼迫，还有威胁，许多信徒都为信仰牺牲生命。
最后呢，我还去查到了部分史料记载，耶路撒冷被毁之前呢，有光的异象。所以这种种都指出，短短数十年间发生了这段经文上所说的预兆。但是呢，作者路加为什么会用圣殿被毁前的预兆去预告耶稣再来的前兆呢？有2点原因。第一点呢，路加认为耶稣呢对末期教训本身具有多重层次，所以他把耶路撒冷的毁灭跟末期的灾难两个并置起来。然后这种安排可以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审判是未来终极审判的范例和缩影。第二个呢，是路加和外邦信徒他们自己亲身经历了战乱、天灾，还有宗教迫害，所以他强调历史事件与末期预兆相似，是为了劝勉信徒持守信仰，并警醒预备主的再来。既然我们知道末世和末期不同的区别，我们第二个应当知道的是末期的预兆。那7到13节其实说了许多末期会发生的事，但其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我们刚刚在读经的时候有2个黄色的那段字，就是这些事必须先有，但一切的事已先。这个会打乱一下，就是会让人干扰一下，说那到底正确的顺序是什么？那现在我们就来讲末期预兆的正确顺序，其实是信徒被逼迫，就是我们会被先逼迫，然后假基督兴起和国际战争和动乱是一起的，最后呢是自然灾变和恐怖的异象。那我们现在就来说说现今呢末世呢发生了哪几个？在信徒逼迫呢就有3个。第一个大家应该有看新闻吧，10月的时候，中国呢大陆的西安地下教会被抓了30多位的基督徒领袖，然后这场活动活动人士称为中国是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基督徒大抓捕事件。那当时发生的时候，我在大陆的同学，中国的同学就打电话给我，他就说你们现在可以那个视讯吗？我说可以，然后他就润我们嘛，用润，然后他就说他们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很多领袖都被抓走，然后他们现在就很害怕。那我说那你们怎么因应？他们就说我们只能把我们现在地下教会打成更小的团体，然后进入到不同的家庭当中。但是他的害怕让我知道，因为我这个同学不是会那么害怕的人，但是他真的对于这次的事件，他真的觉得很害怕，因为所有的个资啊什么都掌握在公安的手上，所以他们可以说随时抓就是会被抓，所以我们也要真的要经常为他们的安危来祷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北韩基督徒呢，若发现的话，一定是被抓去劳改营或判死刑。第3个呢，是到昨天的新闻，我还有看见的奈及利亚的基督徒大屠杀事件。其实奈及利亚从6月13就开始了，他们的武装分子就锁定一个城市的圣洛瑟堂，然后里面呢都是难民，有700多个人。但是那一天呢，他们就是虽然有那个警察来啊，但是他们还是开火，他们还是纵火，所以那一天呢，本来死亡有100个人，就升至200个人。但是我从昨天的新闻我看，已经有数十万个人上升，然后完全都是针对基督徒。然后这个就会让我觉得很难过。但这个事件呢，是奈及利亚史上最残忍的基督徒谋杀案。所以你们看了上面这3个，你就可以知道基督徒要先被逼迫。你我会紧张吗？经文告诉我们，若我们因为信仰被逼迫，这些逼迫的环境会是我们的机会耶。你们会想到说，这个是什么机会啊？就是为主做见证的机会。多少历代的基督徒和宣教士会被带到重要的人士面前，他们就传讲了基督的福音，而我们也当效法他们，传讲基督在我们身上做的事。
那是一个会为主民受苦的荣耀。况且我们的逼迫可能还没有初代信徒逼迫的那么厉害。当时罗马皇帝呢，他为了逼迫基督徒，尼禄，他就把基督徒都放在一个柱子的上面，活活被烧死。他要这么做是要做什么呢？他要点亮整个城市，罗马的城市。那他也让基督徒呢去剧院跟野兽搏斗，然后去跟角斗士搏斗。他这样做呢，是为了讨上流阶层的欢喜。所以呢，这么多荒唐的事，可能在末期都会发生在你我身上。我们会是殉道的那一个呢，还是在死亡面前否认主的那一个？再来，我们可以讲到假基督事件发生在1997年，美国传出一起大规模的集体自杀命案。警方在圣地牙哥城外一座处所发现了39具自杀的遗体。那这些呢，从26到76岁都有。这些自杀者之间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邪教天堂之门的信徒。这个是教主马歇尔，他也在自杀名单当中。马歇尔宣称呢，只要加入天堂之门，在末日呢，你就会成为被拯救的对象。但是呢，你在属世的财物都要捐出来给天堂之门。这样的话，你可以提升你灵魂的境界。所以呢，1996年呢，天堂之门他们就在附近租下一栋豪宅，那称为地球的临时居所。那到1997年3月26号的时候，有颗彗星行经地球，那马歇尔就告诉信众，时候到了，彗星来了，彗星就是带我们上天堂的那一颗彗星，然后就是飞船。所以呢，就筹划了这起39个人的自杀案件。听起来是不是很骇人听闻？但我相信这不会是一个结束，会有更多的假基督出现事件。那国际战争呢，都是我们知道的俄乌战争，就是从2022一直开打到现在嘛。然后2021的2月1号上午，缅甸军方通过政变，成功推翻了缅甸民选政府，建立了军政府。前总统温敏和这上面的这一位翁山书记，他们也被下在监。那在10月底，我的缅甸同学来到台湾，所以我就跟他见一面。那他们就说他们的家乡，他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回家乡，因为家乡完全是军政府和民兵在打斗的战争当中。所以呢，他们是全家都迁出来，然后到缅甸的各个地方。那所以呢，缅甸目前的局势还不是很稳定。那我们也要为这些战争中的国家来祷告，因为他们的人民呢是几百万的人这样流离失所。再来呢，自然灾变呢，除了2011年由地震加海啸引起的福岛核灾，2020到2023年众所周知的 COVID-19， 还有2023年的土耳其叙利亚地震，造成数十万的人死伤。其实还有很多的征兆没有提及，但细数下来，我们今天就不用结束了，我就一直在讲这个。但是那么多奇怪的征兆，令我印象很深刻的是1995闰8月，那时候我觉得我可以记得这件事，应该是我已经有记忆开始，应该还在做学生的时候。那时候1995闰8月这个日子就跳出来了。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件事情？知道吗？对。所以呢，当时我听到的是基督教界掀起了一阵旋风，说台湾不能住了，要赶快离开。那我认识的一个福音派的牧师呢，他就赶快叫他的那个信徒，就说兄弟姐妹啊，你们要赶快把你们所有的财产卖掉，然后跟着我一起搬到贝里斯。然后所以我对贝里斯这个国家印象很深刻，所以他们真的就弟兄姐妹就把所有的财产都卖掉，就举家迁到贝里斯。
那时候我还看着我爸，然后我就说：“我爸怎么都完全没行动？”然后，但是有些牧师都已经在行动了。那我也是看我爸没行动，那我就也说：“哦，那我们就在台湾过这样子。”那结果呢，没有发生事情。那个闰8月过去了，完全没有发生事情。那些弟兄姐妹怎么办呢？回来骂牧师。牧师啊，你为什么叫我们搬到贝里斯啊？我们的所有的财产都没有了。所以你知道吗？要很谨慎的分辨，不会有一个日子会让你知道刚好是耶稣再来的时间，因为那个是圣经说的。你怎么猜，你都不会猜，他就是像小偷这样静悄悄的来。后来我就回想，为什么他们信主会信得那么害怕，好像没有信主一样，而且是一位牧师带恐惧给全会友的。所以有关末期的征兆都发生在我们现处的世代中，而且还不是末期就有这些事的发生。如果真的到了末期，恐怕它只会更强烈、更集中，力道更大，让我们招架不住。因此我们真的要在末期来临前要分辨是非，有太多真真假假的东西和灾害会临到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世界当中。若是我们无从分辨，我们就会活在恐惧之下，心中无法平静安稳，就仿佛像那些未信主之人一样。那我们还信主干嘛呢？再来呢，我们应当如何面对？圣经说得很清楚，面对如此难以承受的末期，圣经告诉我们该做的事，可以帮助我们灵巧像蛇分辨各种不同的逼迫状态。首先，耶稣告诉我们要谨慎。耶稣告诉我们要谨慎，就是要当心、小心的意思。面对很多似是而非的福音，必须要小心分辨，不要受迷惑。因为很多假福音都是传人所喜欢听的福音，所以呢，不会因为它是福音，然后你就要照单全收。因为里面有许多属世的陷阱和观念，让你不知不觉的就把原本纯正福音的价值观，然后跑偏了，让你搞不清楚哪一种才是纯正的福音。我曾经听一位牧师讲到，他手里呢拿的不会是圣经，他手里拿的是什么？他手里拿的是心理学的书籍，如何致富的书籍，然后如何当个富爸爸的书籍。他手里拿的是这些，讲到内容全部都是世界上的欲望。那圣经的话语去哪里呢？被他当成辅助工具使用，然后来强调他所说的都是真的。所以呢，不要以为当牧师一定是会讲那个纯正道理的。我们现在这个世代已经非常多不是纯正道理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去分辨。很多信徒会搞不清楚这样的讲道不符真理，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正确的教导。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信徒爱听这方面的教导，让人认为说，我要怎么样当一个人生胜利组，所以呢，我来听这样的讲道，让我变成人生胜利组。但是呢，这样的生命呢，不会是跟随主的生命，也不会是走在窄路上的生命。再来，耶稣说我们会因为耶稣的名被众人恨恶。谁会出卖我们？我们的亲朋好友，还不是外人哦，是我们的亲朋好友会出卖我们，把我们交给敌人。那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跟亲朋好友哭吗？他不会理你的，因为他已经把你出卖了。那时候我们要立定心志。那时候我们要立定心志，就是面对逼迫你的，便被逼迫时，你的心里要拿定主意啊！你要决定的是，无论怎么样被对待，都跟随耶稣，还是不想受到痛苦而放弃耶稣。若你决定跟随耶稣，你就要在被控告之后，心里拿定主意，不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样反驳，我要怎么样去讲，才可以让我这个被控告的名被脱亲。不是，因为控告不是你靠一己之力可以反驳的。若是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讲，反而会使整个状况更糟，也没有办法荣耀神。
耶稣告诉我们说，那时候当我们被逼迫、被控告的时候，他会赐给我们口才和智慧，让我们能够讲出神要我们讲的话。而这样的话呢，是敌人完全无法反驳的。我们可以看整本福音书，耶稣说的话都非常的有智慧，宗教的领袖都无法反驳耶稣，当下呢都哑口无言。上帝所要给我们的口才和智慧，就属于这一种。一句话就可以抵挡100句话的公告，那时你才会全然体会到，神所赐的话语并不是人能够想出来的，是冷静又沉着的威力和爆发力的。当我们这样做时，要相信上帝正在掌权，他若不允许，甚至连我们的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所以我们常常要有忍耐的心，坚定的持守真理，忠心的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灵魂必然获得保全，使我们在天堂的生命册上都有我们的名字。在之前我有提到，为什么寡妇的2个小钱跟末期有关系呢？因为寡妇的信心，她只有2个小钱，但是呢，那居然是她最大的奉献。她的信心是最大的奉献，她拥有纯全的信仰及对神坚定的信心，正是我们在末期时所最需要的态度。所以耶稣才会将寡妇的2个小钱放在末世征兆之前，期盼我们可以学习像寡妇对信仰全然信靠的态度。有部电影呢，叫做《亚马逊的悲歌》，是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之前我有看过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之后被改拍成了电影。它是叙述5名年轻的宣教士，他们有妻有子，而且很年轻，但因为他们因为神的爱进入凶残的奥家族人当中传福音。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这段影片呢，年代有点久远，所以有些模糊。那希望大家不要记忆，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影片。Will you defend yourself? Will you use your guns? Son, we can't shoot the Wadani. They're not ready for heaven. We are. But promise me one thing. Just one. One thing. Sound like your mother. If you get in a jam, a real jam, then promise me you'll say these words to them. What words? The Labadani words. They mean, I am your friend. Your sincere friend. Bua Bia Unumba. Bua Bia and Unumba. Numbwa. Bua Bia Numbwa. Right? Yeah. Bua Bia Numbwa. Bua Bia Numbwa.
弟兄姐妹，若有一天我们真的为主的名牺牲了，我们绝对不会是白白牺牲的，因为神的爱最终都会感动那逼迫我们的人，使他们也能够见到那光而得到福音。因此，让我们来总结早期的教父特土良曾说过这句话：我们被你们砍伐的越多，我们的数目就增长得越多。基督徒的血是种子。或许有一天我们会因为我们的信仰要面对苦难、嘲笑、误会，甚至是自己最亲的人都不理解你。到那个时候，你不用怕，不知道怎么回应，因为主自己与我们并肩同行。这条路也许不会轻松，但主给我们最宝贵的承诺，你们连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让我们一起坚持到底，即使末期的风浪很大，也仍然要带着盼望，持守信仰。因为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会听到他温柔对我们说：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吧。我们一起来做结束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虽然看见末世已经正朝向末期前进，我们的心里也许会害怕，会恐惧，但我们相信你一直掌权在其中。求你帮助我们的信仰是坚定的，是忠心的，也不曾迟疑的，让我们的生命不断地往成圣的道路走去。不管未来的境况变得有多糟糕，你还是会依然的与我们同在，陪伴我们前行。我们真诚地向你献上祷告，这样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谢谢潘传道给我们这么好的讯息，尤其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然我们还不晓得是什么时候了。我们可以看得到有很多各种概念在那边互相的倾轧、船坚炮利啊、名利等等的，但是唯有神的爱才是我们唯一的根据啊！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应我们这一段的讯息，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新灵粮诗选401，我们要数算主的恩典。新灵粮诗选401首。我们可以很快乐来唱。有时遇见困难的都大过了，有时忧愁伤难几乎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惊讶你是的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
接着呢，我们要来收纳基督徒的奉献。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或者还不清楚奉献的意义，请先保留你的金钱，让奉献袋从你前面经过即可。我们现在请诗献的同工一直到台前来。我们请站在这边。万物都是从主而来，让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回应神的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赏赐丰富的主，万物都从你而来，我们把从你而得的献给你，尽我们的心思力量奉献金钱。愿教会用于各样事工及宣扬福音，使之用得合宜，使众人得着益处，复兴教会，荣耀你的圣尊名。如此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大家起立，一起来唱《向主献成歌》。凡我向主所生，都是主赐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所牧人。OK 啊，我们现在要来欢迎我们有几位新朋友。OK， 第一位是孙昌简菊年，他现在人在哪边 ？OK， 他在这边。OK， 我们大家一起的欢迎他。来，希望以后你能够在我们当中持续的聚会。好，还有第二位是阮玉秀姐妹，也在那边。OK， 好，我们一起的欢迎。请坐。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然后我们大家互相的拱手问安。来。大家拱手致意。
大家请坐。好，紧接着由我来报告几个事项。今天的报告事项蛮多的，所以我会念得比较快一点。第一次呢，欢迎来到我们当中崇拜的新朋友，我们欢迎你们永远的欢迎呀！愿上帝赐福给你们。第二个呢，我们要感谢上帝的保守。上个礼拜我们大家到大金营地去户外礼拜，一切顺利。愿上帝也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跟美景。另外，下个主日呢，11月23号分享的信息，台语堂由林志坚牧师，华语堂由蔡依文牧师来为我们分享讯息。当主日为感恩节的主日，邀请弟兄姐妹呢，在周间跟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多以感恩为主题，彼此的分享。那我们的牧师陈伟文牧师跟我们的师母将于11月21号到23回到马祖卫理堂主持记忆议会请为我们的牧师师母往返的平安来祷告。第五件呢是明年呢我们有安排一个印尼探访旅游的行程。这个规划呢在下个礼拜天晨主结束之后，大概12点40分呢，要在2014开首次的行程说明会，请对此行程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呢一起来欢迎参加来了解。另外，我们时序近了，圣诞节呢也就在我们的眼前，教会将陆续开始进行圣诞的布置请各小组分配了楼层还有位置的安排来布置活动。而且欢迎弟兄姐妹呢，大家一起为了圣诞节来预备、来奉献、来祷告。我们6楼将由学青来负责，5楼将由社区来负责，4楼跟3楼是我们6楼是学青，4楼跟3楼是我们社青，2楼呢将是我们儿组跟葡萄小组，1楼由雅斯比小组来负责。我们只要有空的弟兄姐妹都欢迎大家一起来布置我们的教会。第7，圣诞节期教会将陆续安排圣诞的活动。12月20号礼拜六将安排圣诞的晚会。12月21号就是我们圣诞主日。然后12月24号礼拜三呢，那个是圣诞节的前夕，我们将有报佳音的活动，请弟兄姐妹呢为了教会的这些圣工呢来代祷来奉献，而且呢请大家一起来加入，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第8，教会12月21号圣诞主日当天有受洗跟转入的礼拜，所以呢，假设你身边的人或者是你自己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将你自己的心意表明给大家来看，在此说你愿意加入，愿意的请跟我们的这个办公室呢来报告来报名。我们10月份开始有安排很多的这个课程要到主日学的这个基要真理班，或者和牧师或者传道个别上出信的课程都有安排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第9，为教会复兴来守望，邀请弟兄姐妹实体参加礼拜4晚上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为教会的各样事工来关心祷告。另外呢，11月份执事会议的记录，还有10月份的收支报告已经贴在公布栏的上面了，就在我们的后面，欢迎弟兄姐妹呢一起过去看。然后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呢，他身体都有所病痛不管是还在复原当中，或者将在治疗当中，要化疗要什么的，我们院主呢都来带领他们，在这个病痛当中依然能够依靠主来得胜。好，那我们的报告就到此我们现在呢，请大家潘传道有什么要补充吗？没有。好，那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之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请传道为我们祝福。我们一起来领受从天上来的赐福。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门。阿门说，上帝啊。我们，我们，我们。请坐，让我们在圣殿的圣乐当中来祷告。OK， 你要报告。补充报告一下，我们的印尼行呢，因为有些状况，所以我们先暂时停止。那我们等下一次的讯息再跟大家讲。好，请大家一起安静当中祷告。